弟兄姊妹平安，今天2024年3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列王纪上卷第6章第1节到第4节，21节到22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10节到2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唯一地基。基督教会的地基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天主教将彼得封为第一任的教宗，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时候对彼得所说的那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甚至死亡的权势也不能胜过它。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好像彼得是基督教会的根基一样。希腊原文圣经是，我告诉你，你是彼得，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无法胜过它。这个原文的意思与前面的翻译多了一个磐石，那个的意思就完全的不同了。前面的翻译好像经文的记载，教会的地基那个磐石是彼得，但是原文的磐石后面那个磐石是 Petra the rock， 那彼得是大写的 Petros。 在这样的地基有3个不同的教义的看法。第一个当然是天主教所坚持的，彼得他是第一个主教哈。那圣经考古学的看法却着重于在后面那一句话以及地点。经文里面有讲到这个阴间的门无法胜过它。那阴间的门所讲的是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水源洞，那个磐石是指的上面潘神，就是潘神的神龛，就是那些偶像的权柄。那第3个是改革中所相信的，彼得的信仰告白，他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是的，基督徒必须建立在这个教会的地基就是基督了。基督信仰的根本不是彼得，这个任何人都不是。列王纪上卷第6章第1节到第4节，21节到22节，记载了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基础。圣经记载的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的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的第4年2月，就是西弗月，所罗门开工建造上主的圣殿。圣殿内部有27公尺，宽有9公尺，高有13公尺半。进口处有的门廊深4公尺半，宽9公尺，跟圣殿的宽度一样。圣殿的墙上有窗户，窗户外面小，里面大。圣殿内部都是用金子贴的，有金链子挂在内堂进口，这进口也是用金子贴的。整个圣殿内部都是用金子贴的，像至圣所里面的香坛一样。
这样建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基础以及外表，其实这个根本不是奠基在上帝。诗篇127篇这样的提醒我们，经文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后来的问题，他开始在宫殿当中享受他的人生，他也开始了学习敬拜偶像的这样的生活，渐渐的那离开了信仰的根基上帝，造成了以色列国家的败落。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当中就非常清楚，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节到27节这样说道，我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根基，别人在他上面建造，可是每一个人都谨慎自己怎样在根基上建造，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在这根基上，有人用金、银或宝石建造，也有人用木料、草、禾秸建造。到了审判的日子，每一个人的工程好坏都会显露出来，因为大火将显露并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使那真的品质出现。如果他所建造的工程经得起火的考验，他就得奖赏；如果他的工程被火烧毁，他就亏损，而自己却会得救，像是从火里逃出来一样。你们一定晓得，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因此，要是有人毁坏了上帝的殿，上帝一定毁灭他，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你们自己就是上帝的殿，人不可自欺。要是你们中间有人按照世人的标准自以为有智慧，他倒应该成为愚拙，好成为真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所认为有智慧的，在上帝眼中却是愚拙的。正像圣经所说的，上帝使智慧的人中中了自己的诡计。另一处经文说，主知道智慧者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应该夸耀人所能做的事，其实一切都是你们的。保罗、亚波罗、彼得，这个世界，生或死，现在或将来，这一切全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上帝的。我们信仰的根基，教会的地基到底是什么？是否是经得起考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失去了根基，离开了信仰的地基，房子就会倒，教会的方向就会偏离。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代替我们的地基，能够经得起考验。诗篇84篇，
渴慕上帝的居所。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我多么爱慕你的居所，我多么渴慕上帝的殿宇，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歌唱。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的祭坛边，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巢，燕子找到了安置雏鹅的窝。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他们不断地颂赞你。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他们急切要往锡安山朝圣。他们经过干旱谷，它就变成为泉源地。秋已沛降，谷中处处池塘。他们越走越有力气，都要在锡安朝见至尊的上帝。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垂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侧耳垂听。上帝啊，求你看顾我们的王，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君王。在你的殿宇住一天，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守门，不愿住在邪恶人的家里。主上帝是太阳，是保护者，他给我们恩惠光荣，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信靠你的人多么有福啊！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将教会建设在稳固的地基上面，让我们能够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不会因为诱惑困难而失去方向，离开上帝的道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